难舍为夜色阴啊。
兄居在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地方。你嘴，啊！你心中不平，师兄。梦里不喜是上门
沈出墙，酒后发光阴，为什么对面来时就把新郎娘接他走？真是后也无耻，痴心梦想。小子，不是他栽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吗？哎呀，小子谁使我起不来了？我没有在。你说白白谁生谁把？沈公子来了，你生是啊，蒙逊罢了。那么，他把新郎娘进屋子，对，新郎是你御史公子你们委屈，今夜我要上刑房了。你这花花公子，沈公子，你何
错将了这个父亲的
请娘子多多赐菜。师兄不必客套啊，此去多数用功。师兄，你叫我什么？叫你师兄，有什么失礼吗？你本来就是我的师妹嘛，没有失礼，没有失礼。娘子，师妹，请坐，请坐啊。说是失礼，别人昨夜救灾无事，大大的失礼，我向娘子赔罪失礼了。师兄啊，你的书啊，藏书倒是不少啊。是啊，谢父生前说过，一字一人经，不是暗月经。我家虽不负责，但世书琳琅万目。师兄不枉仁兄，该在这里怎不测不实业苦痛？你说对吗？对，当然对了。师妹，请坐啊。请坐。他是来做客人的。师兄啊，这里许多堂送人家之中，你都到过了。多啊，多得滚瓜烂熟。我记得你跟我弟弟读书的时候，我好几次拿书本来考你。我次次对答是流，梦里夸奖得我心花怒放。今天我又要考你了。不为使你失望，请教啊。宋人云：士大夫30不读书，礼义不彰于胸中，等觉面目可憎，有言不明。请问这是哪个文学家所见？这好像是是苏东坡所讲。苏东坡从人物也讲过，这乃是王三姑的名言。王三姑，哎呀，师妹，我最不喜王三姑的诗文，我最爱读苏东坡的佳作。那好，吕外请来自上雨，雨声跌破红山。你爱读不爱读？爱读，当然爱读了，此乃是苏东坡的杰妙好诗啊，杰妙的好诗啊！哎呀，师兄，你语错了，这是欧阳水的字句，与苏东坡丝毫不相同啊！哎呀，师兄啊，师兄，你小是聪明，太必讲，此情若一荒生，今必心地。
稍等片刻啊，师妹。我的好师娘，我娶了妻房，我要到处说谎，岂不被人取笑啊？师娘，你要帮帮我的忙啊！你叫我怎样帮忙你？师娘，我已经向他赔礼道歉了。这样吧，今天晚上放我在新房之中，坐等天亮。师娘，你看可好啊？我看你呀，还是生兄应接同孝的好。师娘，哎呀，你呀，哪里看得惯？新嫂奶奶，好。新嫂奶奶，你去困死了他。师娘，终生他是妻的儿媳，他对我如此不利，我怎么随便却容忍他？他是真心悔改，就必须以我赛尽，对，要以赛尽。非但赛尽，就是30斤、30斤，我都依你。
在心愿在你。
既然这样，媳妇约在酒园，已成小恩。好，我们告辞了。哎，不要紧，是里是内聚会了。哦，原来圣兄在此。演戏与小女为您做客。哦，原来你们也结为翁婿了。沈家生才高发端，我女婿乃是才高不上。沈家是岳父不错，我竟不是岳父举错，实错。哎呀，翁兄啊！话圣兄，今日我不能奉陪，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好吧，后会有期。我们告辞。对，告辞了。
兄，那么请看我做的事是何话？哦，好，为什么不做之初？自己朋友才也不妨。此举官小清理不就行？难道理他吧？不是你，避免孤于狂妄，其日不同。哎呀，翁兄啊！去内我
身体不行好。哎呀，哎，是你呀？好吧，快过来帮我把他进去。陆兄，陆兄，陆兄，快！
你是我情永如在的曾经，你是我靠中家园生于道，恢复给我的一方云太清了，悔不给我背着一起解救家你呀，悔不给我他们不被救回。
去江上下一口老命，我属一千色人，什么茶正兄，百我才有一样啊，谢谢哦。梦似秋，自己。
的戒指，怎么会落在你的手中？你实在话，我就请你。好吧，我对你这生了吧。出家前人，倘是求雅的，是我的意思嫁不于他。可想玉石的戒指套在雅的身上，这不就是妙计吗？这才华大是比喻去哦，生出教也是教育人，都听清楚了。师妹，你在跟谁说话呀？我跟自己才说话。自己说话，自己说话。师兄，你可以委屈了吗？今夜我要留下了。师妹，啥要留下？写过一句，我才安心。一句，好，写。师妹，写什么笔句？你信？这才华当是比喻去半夏切出资料，
要你家小侄四年，多亏了他，申请了愿望，所为了状元，今日玉口破镜重圆呐！哎，告诉少夫人去。别
来了，我倒要问问你有没有良心？有，师娘，请你快带我去演戏吧。哪个是你的言妻呀？这是我的娇儿啊，是个野种。师娘，快快讲不讲我啊？哎呀，你困了要难过。师娘，最快。
继父吧。